天王星回復順行，在摧毀中覺醒，看見改變的契機。天王星自去年11月逆行回到金牛座，讓我們回頭審視那些你以為不能失去的人事物，那些你為着安全感而緊緊擁抱的，是否還有讓你留下來的價值？來到明天，天王星在金牛座結束逆行，再一次向着雙子座進發，象徵着那個長久的僵局，也是時候需要一場變革去打破。金牛座象徵的是堅固的寶塔，偏偏天王星就愛打破寶塔。在天王星逆行的時期裏，它在我們生命中激發着大大小小的刺激，迫使我們反思過去的安全感是不是還有死守的價值，並重新思索有沒有因為害怕失去、害怕轉變而本末倒置地緊找着不適切靈魂的人事物。若果你一直在死撐了好一陣子，在某套系統、某份工作、某段關係裏苦苦堅持，不斷地說服自己再撐一下就好了，那麼隨着天王星回復順行，那些用恐懼與僥倖堆砌的安全感將會被狠狠地破。作為強烈的變革與創新能量，天王星在金牛座的末段路程，將毫不猶豫地激盪我們的生活彗星，一點點擦拭靈魂的鏡子，讓靈魂正面迎接成長路途上必須的改變。儘管天王星總是沖勝地劃破生命中的舒適區，總讓人感到劇痛，卻讓我們在被震盪的瞬間，重新看見最真實的價值是什麼，且心裡卻知道那些虛偽的穩定，或是習慣，或是惰性，或是貪婪，而不是給生命的保障。距離天王星正式離開金牛座只剩2個多月，這7年來生命被摧毀之處，正是讓你覺醒之地。當生命必須作出變調，擁抱改變的人才會看見電光裡的璀璨，在一次又一次的破碎裡找到靈魂的去向。